得。即係呢場決賽會有啲緊張啊，要手緊啲狀況，要咩心態面對咧？咁4打5其實我都唔係好驚嘅，因為公平制度之下唔使驚。4打5。請問你覺得今場你會贏定輸咧？如果我哋唔輸嘅話咧，咁我哋就會贏啦。咁我哋喺完場咧就做訪問。13撲街嘅，失敗。如果初中上太多。家長你乖乖。請雙方同學對獎過嚟，翻返你球員 number 同埋歸背 number， 請攞歸背 ，condition 請攞歸背，紫色衫，頭先得啦，水啫嘛，請雙方陪練隊，我哋會做一個開幕祈禱。好，練隊。今日喺 S 嘅右手邊係最藍色衫嘅 condition。紫色嚟㗎喎，藍紫色嘅跟住咁不如呢個綠色紫色嘅啫，係 A 車色啊，好啊，咁跟住咁啊，我哋咁即係除咗有呢個咁好嘅天氣啊，咁啊，我哋咁呢場比賽都幾好啊，我哋得幾好，主耶穌感謝你有咁好嘅天氣求你帶領。等你嘅球員咧能夠盡力去比賽，都冇受傷，能夠去享受呢場比賽，讓你能夠成為高中一個幾好嘅環境，佢帶領讓球證執法能夠清楚。睇下11號啊，12號我都。大家而家天氣3度啊，咁天氣變到2度啦，觀眾睇啲添啊！咁啊，真係喺啲高中飛身比賽中間輕鬆好大。好，咁啊，我哋開幕啦！好嘢啊！阿胡君堯啊嘛，好啊！呢場咧，嗌兩聲啊！我哋就胡君堯，咁咪攞過嚟啊！睇呢場先啦，睇呢場胡君堯好，歡迎你成為我哋嚟到呢個直播室，嚟個現場直播啊！現場直播呢個賽事係大家好啊！客席嘉賓係好緊張係啦，睇出嚟咁緊張。緊張啊！空氣一加翻嚟啦！好啦，仲要俾10號公路起手，但係咧主身再在騎住，佢南方係攞㗎，有齊齊。
setting。我哋要好高身咧咁樣喺度主力講翻幾句説話。眨下眼咧，入咗波啦！喺籃板啊！我哋呢個回覆其實哇，呢個2分啊！我呢個㗎。阿榮德傳俾，再傳俾呢個領導位，阿 Ken 嚟。哇！黎智朗快攻2分。比數已經拉到6比4啦，6比4啦，6比2啊，跟住6比2。翻師不有一個好忠心、好多忠心嘅同學仔喺度打嘅，連埋 band 啊！跟住咯，攞到，哇！就諗夾硬撞埋去，不過好似受傷喎，呢度太忙啦！見你俾個節奏好快，斬下由左入去右咗。呢個藍色10號啊 ，Rico 犯規。係藍色10號嘅 condition。呢個人係嘛？哦，入咗呢個。我頭先兩球Boss 講住硬闖人哋龍門陣，到咗得2分鐘。好過分啊，馬朗！而家比數6比4啦。Peter 漏咗啊！一個突破分球到榮德，又俾翻阿 Sonic。Peter 一個爆開兩個，哇！冇問題啊！以 Peter 呢個超過100磅嘅身軀，到都超過100。呢邊。而家比數係6比6㗎，6比6。我出嚟呢個閃電步伐，閃過晒啲人，所以多咗去翻原位。又係Peter，又唔夠成功。哇！你 Costco 點講？我有發覺突出嚟一個咗，哇！嗰個撞埋去3次制，向前嘅衝力太大啦，嗰個斬得又快咁，呢場比賽好快啊！哎呀 ，Costco 拍出界喎，嗱頭先睇到啊，手指唔夠料，嗱，阿榮德2分波，阿呢太鬆就對唔到人。好，藍色波啦。E 社一個領隊就係呢個 Tom Chan 咧成為一個高薪厚重有個自己班一個同學，就係 Tom Chan 做呢個嘅領隊，唔知能唔能夠帶領 E 社成功衛冕咧？我覺得你輕鬆地過咗Peter，不過都係輕鬆咁樣炒一樣。啲船太大啦。現場我哋都有直播，有阿 Morris 咧用住佢嗰部試播機去同我直播，現場直播啊，好專業啊！我2分波唔入 ，Peter 有攞到防守籃板啦，要佢新型嘅防守籃板，冇問題啦。我哋呢個快攻2分，4再攞分，我出界，繼續係 A 同埋直播。好，Sonic 呢球失敗啊！見到住差唔多60高嘅嗰球咧，Sonic 都冇辦法啦。哇！呢一場先嘅，哇！呢個自己點解冇咗嚟嗰球咧？最出名防守嘅呢一場都先嘅，都係入咗波啊！好，志康，俾佢啦！
左手出啦，唔入，俾人。Testing。係收音好啊！哎呀，有啊，有犯規啊！當有拍波打手動作咧，無論你拍個波拍個手，都會出犯規㗎啦。一條犯規，4個犯規。打你，犯規啊！打你啊！好，球證換人啦。球證，喺上呢度都換啦，喺上換。就換。一次我換多啲啊！換多啲啊！我時間咗3分鐘。又唔入啦！又話太公啊！右邊插到走籃，2次起手終於入埋呢球。而家入球率係50%啦，射一中。雙力插到啊！黎志朗守住佢，分波分咗，俾人飆佢出界。繼續俾翻雙力，雙力傳俾奶粉，轉身上2分波。哎呀，炒咗啦！當嚟咁急，射到過去啊！上翻嚟啊！你睇我當嚟睇3秒喎！喂，上3個啫！而家比數6比12係爭6分，突破分球，4分條。黎志朗，哎呀，可能晏晝食得太飽啊，2分炒大浸益。叫你唔好同女同學食咁樣飯啊！好，Peter 爆開，轉身上2個波，就俾 Daniel 2個波，急停傳波，龍德丁翻住等咗落。我哋啱啱商業復出啦，唔知佢效果點啊？好，犯規。Sonic 左右前進，綠色5號。時間仲有1分鐘，加一下。我爹哋8籃底。哇！Kenny 攞到最高籃板就俾翻特進咯。呢條啊，全部右邊插到，全部都右邊進攻啊！大家睇翻 condition 嘅進攻全部偏係右邊啊，左邊嘅插到偏少啊！知唔知點解咧？因為全部都係右手球員啊！時間仲有30秒，眨眼第一節就完啦，仍然係 condition 領先緊啊！我Marty 6失相遇嘅第一球啊，2分。見到左手再揸住嘅，我證明其實都唔錯啊，但係佢仍然都堅持去打。我上嚟呢度有籃，4個3個，但係都冇辦法。睇埋 Peter 點啊？做唔到啦！Peter 做到個犯規，幾多犯規唔犯？14。好，時間夠啦，唔使企位啦，咁啊等下 Peter 成埋咗。收入去。等埋第2球啦！哦，太大力啦！我比賽期呢條佢去到一個咩境界？而睇下佢啲場嗰度咧，佢哋好輕鬆咁樣各自自己打翻自己水準啦。記得大家飲翻啲水，我記得買嘢食啊，大家。即係成買開呢個你。
請埋我哋入埋啊！張黎智攞啦。Michael 轉身射兩分波，哇！輕鬆攞齊咗舉手都冇辦法啊！得我嗰個冇舉手啦，冇舉手防守。好啦。睇下我哋觀眾嘅同學咧，佢嘅身高非常之高，阿黎智朗擊到出界。冇咩人踢啊！係啊，其實咧做都唔明點解高中嘅同學咁高啊，食到知佢食咩大啊！三分波唔入。我俾翻黎智朗。打開4個啦，先。好啦，點解咧？俾人打。似乎大家啲疲態都出現啦，我出嚟一個爆兩個，黎智朗又係，但係其實大家全睇到咧，位幾號話犯規，4號犯規，全場其實睇黎智朗大過同埋桑尼大過上籃，咁啊，但係組織咧，大家都偏少啊，都係2個位置嘅。衝去前面，嚟攞咗歐聯之後即刻衝去前面，走快攻啊！我以為 Daniel 講嘛，我罰球要射高啲先得嘛。快攻你或者幾3分就射啊！係2-0啊！佢爭乜爭贏咗俾你？不過可惜爭贏咗就送個波嘅。射咗波。今日大家觀眾都睇得辛苦啊，面對住太陽，都唔知要搽翻幾多支防曬先得，搽翻幾支面膜啊，特別先時啊，4塊面膜啊，先時話要搽4塊面膜先可以補充今日嘅流失嘅水分。好，Peter 一把係咪？好啊！我過到犯規啊 ，Peter， 終於過到犯規啦。唔係啊，10號嘅嘛。幾多犯規啊？頭先唔該。10號犯規。幾多個啊？換人先，換人先啊！換人。換得啦。OK。好 ，Peter 罰球。陳正熙同學。我算喺中3做佢班主嘅時候咧，身形咧完全唔係咁啦，完全想象唔到中午今次咁嘅片，已經去到一個大貨車嘅身形。咁啊，以佢身形咧打籃球咧非常之嘅爽，佢 Peter 咧喺籃底爆開幾個啊，通常都係。我轉下一個快攻，呢條籃底輕鬆炒粉，再嚟輕鬆，終於入網。比數18-6，睇你純粹係拋離咗喎。我相信終於入咗第一球啦。呢度話捱咗好耐，終於入到2分，打破悶局。鄧俊樂輕鬆上籃，不過唔入。哎呀，媽咪復出而家有4分波啦，媽咪。我而家拋開12分啦。2分唔入，有媽咪講緊防守籃板，睇到成日防守籃板啲人，你可以話算啦，明德推波，係冇錯。爭啲拍下波，媽咪吸翻嚟，綠色2號，唔係藍色2號，跟住藍色2號，犯規啊！好，球證換人。換一個啊！話咁快比數又係20-8，時間仲有4分鐘。我睇球 ，Peter 好咁樣鼓勵到有唔緊要，希望第2球入翻啦。仲有一個球。好唔入。好，波隊。頭先叫咗藍色波，有啲熱球。
後備仲有Rico準備上場啦，見佢身高幾多 ？Rico 身高幾多你？1米6啊。1米9嘅Rico咧，準備上場。當嚟一個打到半場，快攻上啦，得啊，俾陳俊攞翻嚟。好，KM 攞翻嗰個，哇咁似櫻木花道扣翻個球一個，可惜佢冇低啊。另一隻波撞去到，係冇犯規啊，自己拍啦。Kenny 一個爆開兩個，哇！喺邊個前面撞開咗好夠僵啊，好勇敢啊！嚟者換 KM 啊！我又問佢。4號，換人啊！藍色4號，唔係。天開已經3次㗎，而家時間仲有2分鐘。2分入咗，呢一節佢哋終於。呢個根本出已經站緊有2分啦！頭先冇人。係咪換人？一次過出啦，換人。換人唔會停標啊！而家時間仲有1分30秒。第4節先會停咗啫。上嚟3分波，入。我實啦，放開啊！喂，忘記咗 Daniel 嘅報道啊！真係好興奮啦，因為佢終於入咗寫制今年第一球3分波啦！希望唔係唯一一球啦，希望佢陸續有嚟啊！比數打到27比10分，哇！爭17分啦 ！Peter 爆翻兩個，全分俾7分，2分勾手啊！我幾難快打啊喂！哇！輕鬆2分波，跟住咁大聲，冇係打得波啊！你幾問啊？打唔打到咯？你打唔打？而家比數拋嚟啊！但仍有機會追翻啊！比數相差接近20分㗎啦。好出界，好換人。Peter 一聲呼肥咧出嚟，但咧希望Nelson協助到籃底嘅功力啊！哇！Nelson一出嚟攞個防守籃板，第1分喺黎少前奏啦，今個唔入啊！好，時間仲有10秒，8、7、6、3、2。好，第2節啊，鄧振樂而家嘅數據3分2射1中。好開心啊，鄧振樂！咁啊，而家中場休息。我有好消息啊！而家個球場上一個場係陰天波，藍色防守啊，綠色進攻。我知啊，但係3個啊。喺球場啦，有好多呢條位嘅同學仔都到場支持打氣啦，班主任都落埋嚟啦。咁啊 ，Condition 咧，話都係後備政府後面喺度啊。好，第3節開始啦。比數相差19分，Peter 打開2個，2分，哎呀前拋，暫時受到
信啊！我傳説中嘅 Vincent 出場啦！係啊，邊個啊？走啦！走啦！我做啲咩啊？而家比數31對11。我放波啊！而家比數31對11。咁呢度埋手風唔係咁順啊！睇收你呢個傳説中嘅渣渣已經喺後備隊度預備上場啦。幾歲俾人封咗，但係有孖田賽。33-10 ，Vincent 射咗一球2分波，有孖田一齊贏作，中意1分波。希日文少少啊！我嚟搶一個對4個，冇辦法啦，人少蛋糕都冇辦法。係拍射，因為過咗場啦呢腳。好，大家俾掌聲歡迎渣渣出賽。渣渣佢練啲新絕技啊，唔好俾個後邊呃到。渣渣嘢識入樽嘅，係入花樽。真係預備好，4球2分波，全部係一樣，有一球係冇話阿 Vincent， 全分差就1球，2分全波，傳俾 Daniel 加埋馬田3人合作，哇！實在太高超啦，雖然觀眾都睇到啦，桑尼激盪爆開，邊個犯規咧？2號馬田，2號。25啊！比數拋開25分。下一球，你有冇嚟緊㗎？送俾我啊！送邊個啊？Daniel 同埋Daniel 啊？係 Daniel 同埋邊個？下一球死球㗎！唔好阻住鏡頭。跟住我醫寫你要高黃啲嘛？雖然輸咗波，但係追到力。Testing， 哇！揸實轉兩間打開男仔，有個最高難度嘅移動中嘅人。揸實一，佢明顯到4-1，揸實一球傳波，你唔貪心。Testing， 大家知唔知揸實嘅秘密係咩？其實佢眼瞓係籃球場啊。練死個，快速得啦！快速好，9個人，每人。咪之後你唞啊！你唞啊！俾人帶住㗎嘛！換邊上啦！換邊上啦！換邊上啦！下一球，下一球。肯定我冇㗎。我有啊！我有3啦！好，桑尼有罰球嘅，好，咁順翻啦。第2球，好入咗啦。我嗰邊第41球，爭查4波，不過俾Oscar封咗。阿 Kobe 啊！飛人你做咩啊？發緊夢啊！爭住攞波，穩定。
再翻。我嚟知道搞唔到，但係馬田嚟啦，兩分彈入咗，命運都幫佢。慢慢啦，唔好急啊！多倉啊！好麻煩啊！有朋友兩分唔熟悉，傳俾黎志朗，黎志朗打唔到晒嘅，有條呢個快攻啊！都未拍走呢個，好揸就試完啦。哦，揸就已經一出場已經有4分，即係球封咗俾人啦，俾人封咗。咁啊，數據俾人點佢啊？好，嗱，知嘅時候叫佢 time out 啦。出嚟啊！time out，球證 time out。好，綠色叫佢 time out啊！而家時間6分28秒，比數仲有同我出咗嚟啊！不知面網，唔係做咗你盤，我哋嘅下盤。時間仲有3分。佢都冇鬧過嘅，就喺度叫一個我下真係你攞曬台啊！嗱咩睇下啦？我諗住唔使你我幫兄弟試下出邊嘅垃圾車條有非常之臭嘅，入咗啊！大家小心。我出咗，出先，花田，開啦！花田，係咪又會攞唔夠氣啊？好啦，咁啊講啲事實俾大家知啦。咁啊，當今場邊隊贏咗咧，我就會冇事佢啦，都係叫喺考試之後。今日已經係最後一日可以打到啦，咁啊把握呢個時間，盡力全力喺考試前，為自己寫出一分力㗎。選眼射兩分波唔入。OK， 你要撐啦，都冇辦法。係啊 ，Nelson 左人前進。哇！呢個就硬時間，以 KM 同埋 Nelson 嘅身形比 ，KM 輸成個馬，再落 Nelson 度咧真係個石都做唔得。我呢度話4個半人啦 ，KM 4個3分波，清過咗，原來係大針，唔緊要啊，射得幾球夠力㗎。好，有犯規，藍衫5號犯規，好，呢邊換人啦，榮德換咗出嚟啦。Vicky 出咗嚟啊 ，Vicky。Sonic 係有球咗啦 ，Sonic 射有3個8球入球啦，咁啊，你射有3球入球，係咪呢球啊？都係爭啲。不過立生冇人防守啊，竟然係咁啊！我出嚟收個波，我時間仲有2分半鐘。波俾 Peter 成功破走。出嚟跑咗出大咁滯啊！各位球員分開啲，唔好阻礙裁判嘅判斷啦。換人就坐低，唔該。5個一齊換啊！換人。好，C condition 就換人啦，5個一齊換啦，哇！時間仲有2分鐘。但大家特別焦點留意男心1號啊，黃色褲，佢個名就係叫渣渣。係啦，咁啊，佢嘅數據非常之漂亮啊！一出嚟2分鐘唔使已經入咗4分波。馬田啊，馬田冇人防守之下，射2分波，都嚟攞防守籃板，夠晒球仔啦。呢啲
睇對面頭啲揸成眼仲話你估過唔過？啱啱上完出嘅馬田咧，見到左手住。好，馬田2分。仍然比賽由蘇力由後場帶到前場，跟住將個波射出界。其實都好泄氣㗎呢塊波。有時要換人啦。而家比數41對10。似乎呢度話真係要諗個底，如果唔係都搞唔掂啊！又俾馬田射波。時間仲有40秒。Vicky 左邊插到咗有美麗神，佢就判斷射3分波，不過冇籃板啦，人哋俾翻到啊，隊友。30秒啊！呢邊廂咧，大佬防守籃板，因為 Daniel 射3分波唔入，到20秒。我好少見 Daniel 跑得咁快啊，不過入啦。好啊，嗰啲。4、3、2、1，夠鐘。Sorry， 手緊完啦，又喺壓力情況下，臨尾 last second shot， 比數18對41，將佢第3節完啦。意味住咧，高中嘅最後一次寫字樓嘅比賽，將會今日咧上一隊好啊！下年嘅籃球比賽，如無意外都會喺6月進行，睇下可以見到第一香港搞啊！如果喺香港搞咁咧，呢班球員就要覺得佢哋自己寫出埋最後1分力啊！嚟揸場好波，揸場準備單擋，擋唔到。全部都凍咗喺度，等運到，又係收集一單檔，仍然係俾翻嚟子朗，嚟子朗，哇！俾佢真係，哇！真係溝到呢頭，到雞個射唔入，拉住2分，哎呀 ，Nelson， 呢個真大啊，攞唔穩嘅。3分，攞唔穩，Nelson 係後右手。3分，少年 Nelson 咧充滿自信，信心打一場比賽。拉出咗界。冇咗啲，要嗌嘅。可以投啊！買得嚟換我喎。馬跟住嚟做。一球3分嘅傳波，傳咗俾你啊！再傳啦。你份威2號，綠色2號份威。都唔重要。好 ，condition 換人。3分。好。綠色10。邊個買翻佢哋？好。執起嘅。執起咩意思？你就係攞住嗰個原地跳起，又唔合波，又唔落地。逼球射3分！逼球佢射咗3分波啦，大家都好多呼喚啊，不過逼球都係冇信心啊，逼球要射4分波啊。我3個玩啦，其實冇4分波啊。嗱，天氣咧都開始日落啊，對球員嚟講都係一個好消息嚟㗎。仍然係 Sonic 一個打波上到前場入咗。阿邊頭咧準備緊場啦。哇！呢個時候有換人啦。似乎佢啲場人唔可以戰術啦，人多打人少，無限換人啦，暫時啫。
球喎，係波球。好，即係呢個波，呢度係防守都係咁緊啊，咁緊啊，我而家緊翻啲啦。不過冇人買喎，呢啲。KM 係緊張啦，發出打。時間仲剩翻7分鐘，我又換人啦。啱啱都唔換。哦，而家終於踩入咗啦！比數拉近到19分，時間就7分鐘。呢條一個爆嘅差唔多。我話中龍成員出咗嚟喎，有中龍成員啲反股啦。蘇寧3分波，哎呀，不過冇人搶籃板。一球大波夠半場。喂，入波球批啊！Daniel 3分，我選今 Daniel 有咗排球隊，對打好多嘅。哎呀，張榮順喺球證本人，人海戰術，超過幾有效。出曬啦，唉！有邊個？接住啊！好大啊！佢都時間仲有6分鐘。Vicky 犯規，Vicky 犯規綠色2號 ，Vicky 3分。有冇人幫啊？得睇有人啊！打完球一攬過就輸晒㗎啦。前面大家睇到都大過20，但大家記得撳轉台啊，緊貼住我哋嘅寫字樓比賽。6號犯規，2分 Peter， 2分入啊！好，咁啊藍色嘅時候叫佢暫停啊，藍色叫暫停。啱啊，藍色叫佢暫停先，唞一唞啊。係喎，都傾好點換啊，要有底有面㗎。我繼續咯。你有冇俾2分鐘我講？我今日俾你打咗有咩？波球會出到嚟啊！你哋3個人。波球話唔打，波球打。波球聽唔到咯。時間點樣最後5分鐘啊！最後一次，最後5分鐘，冇錯啦。而家就由 Peter 射分球有2球。1球不球係1球不球，大家記得1球不球要搶籃板。比數45-24，哇，爭好遠啊！希望追到啊！大家都打到冧晒啦，加油3分啊！Daniel 輕鬆爆開籃底，呢度還是防守真係爭少少喎。
係啊，呢一場有球手咧個波伸到出界。啱先嘅指示呢度嘅指示乜好啲啊？又係冇乜，點解咁啊？送分俾人啊！啱啱 Rico 咗球，啲傳波定係咩啊？哇！呢度話個手風真係麻麻地喎，俾人釘掉拍到出街啲分別係射波。奶粉有3分波，終於有啦！將個分數賣去3分啊！而家係27分。咩換證？算啦，釘掉有3分波。我換你啊！有幾耐啊，李 Sir？換人。有幾耐啊？4分鐘。喂，未換住喎，做咩啊？換啦！換人。你成個人喺度，好緊要。同埋換人快。俾人4分嘅。我有一個笑啊！哦，3分爭呢兩我爭2個助攻咋？係我認真。我真係想攞10個助攻啊！我奶粉出到，哇！8到啦！莊榮最快快。但我想助攻啊！我奶粉2分入埋字啦，仲要打喺場上幾耐咧？1球。喺場上幾耐？4分鐘。你喺10秒前面做。俾我4-3分。我睇球入。繼續啦！比賽我哋冇吹。3 point。OK， 打籃球打頸咧，記得要戴條索帶啊！大家可以係啊 Nelson 一齊專業嘅戴眼鏡嘅同學，佢咧呢個大家唔好以為係潛水鏡，其實係呢個眼鏡運動眼鏡，打籃球專用嘅。上嚟呢度入個2分波，31對47嘅差別。下球爭皮啊！希望奶粉又有3分波。不過唔入，2分波有啊！頭先真係哇流積緊一腳斬停啦！仲有幾耐啊？時間咗3分半鐘，33到47，由本身分出翻24，而家平均出差14分，14分啊，就出咗。時間咗3分半鐘，我到李 Sir 口水哥。開個關結婚牌嗰個。有啲話33到7，本身出得25分，點解係33分？13，呢度話7係。動咗咯，好留中間啊！好波！哎呀！單波打佢出界咁樣。你留5-3贏緊啊！贏緊。好波！哇！打翻界！哇！兩邊啲球隊追翻先，呢度如何而家真係攞翻11分啦！不過釘住一隻男仔。出界啊！出界啊！我為接盤入中，我以為收條。呢球要出咗3秒啊！跟住。蘇利有3分。打
佢寫得好冇錯啊，爭9分啊！好驚啊！3分。哇！走啊，爭9分啊！我哋聽球證啊！睇球證區4號64號行規，時間仲有2分鐘。有打嘅再。哦 ，Anson 唔認得添。哦 ，sorry。隔離嗰場館咯。阿威球輕鬆1分，48比數相差10分，時間2分半鐘，有機會啊！攞籃板啦！入球咧？攞板！小心！淡定。暫時先睇下試下Martin俾 Peter 坐落個頭度，我真係空得不少啦。如果嫌 Peter 坐落個頭度咧 ，Peter 坐落Martin個頭度真係大話。幫Martin眼正。我射咗幾耐啊？我半咗人先受傷啦。喂，嗰啲啊Martin 有冇試啊Martin？Martin 你冇試啊？行得得。我睇 Sonic 又一球3分。哇！你哋 Sonic 好晒貨，留翻第4節先嚟上。哇！有佢！哎呀，哎呀，快又綠色要4萬啊！呢件4萬。時間仲有2分鐘，比數41對48，相差7分。可以快！贏時間啦，啱啱係咁。係啦。呢度話天分滿咗，一成呢度話天分滿咗，佢用咗犯規戰術嚟到去爭取時間。喂，今日啊喂！我一個最終有24秒嘅限時啊！咁啊，喂，跟住，哇冇人翻嚟，試到。喂，嗰啲，喂，呢啲，好啊 ，Ricky 攞分波。喂，綠色波。時間30秒。咁佢比賽現場緊張翻啦，有人上嚟嗰度3分鐘。3球3分波，4球啊！我都入到唔知啦，有冇知道你仲緊張？我仲有10分鐘啊！喂，有打喂！時間1分10秒，爭4分波。哇！呢個冇人打。哎呀，蝕咗你啲分波啊！比數44對50。又係出嚟嘅，係咪？奇幫手。哇！呢球似乎衝動咗啲喎，呢球4分鐘。Peter，哎呀！我看唔出嚟，飛身都嚟接我。好啦，時間仲有，哎呀，仲有40秒。Vicky 以後5分離場啦，等你哋呢個 Vicky 啊！我哋會逐星嘅畢業要畢業㗎，如果完成咗佢責任啊，呢場比賽冇功周勞啊！真係間諜。時間仲有40秒。而家去咗邊度？40秒。好難。兩球。哇！有比數有啦，7分啊！由最初比數相差25分，挨到去7分，都好犀利㗎呢度。攞板！呢年仍然有見到住。攞實！好過未？攞分波。俾波場，我睇。唔拎緊啦。出嚟教佢3分波。一早冇出嚟射㗎。嗰邊冇出嚟。哎呀，今日拼佢啦！
9、8，又係蘇力哥，3、2、1。喂，車今年13年咯。加時當中。係啦，喂，我哋唔該晒。好恐怖啊！都俾你聲，今年到嘅醒日係咪好吹？到一條咯，咁咧，香港究竟除咗將會喺考完試之後試下嗰種咧，有你同老師隊有一般高下咁啊，3分波啊！個心會同一日一翻嚟打㗎。睇咗。咁啊，都俾盡聲啊，都多謝校長翻嚟到場支持啊！校長都講幾句啊！我校長4個衰壞㗎。我今場嘅 MVP 係蘇力嗰個馬出嚟咁嚟，佢名字係入到咁得3分波。唔好搞笑。雖然輸波，但係咧仍然有咁樣投3分波。我一俾佢識呢就話嘥，呢就話錯咗犀利啊！有25分，話俾大家知，雖然輸緊，但係仍然冇衰到啊！好，咁樣啲問問各位觀眾咧，將你身邊。我走。